后来乡亲安尼甲看起来，暖冬甲大雨影响的全面真快。苗栗的水来啊，嘛是受到这个影响，产量比往年减一半，每台斤的价销花到100块以上，比往年是贵20-30块。县政府目前搁咧清查农损的状况，然后达到标准，就会向中央提报，甲农民补助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有甜吗？有。民众来到苗栗买水来啊，嘛试食看卖，因为前一阵啊雨雨的影响，今年来啊价销拿起，甜度可能嘛受到影响。下了20几天的雨，今年的水梨哦，甜度真的是很有限，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今年苗栗各地水来的产量比去年是减少一半，价销每台斤嘛花到100块以上。因为现在产地的关系，所以它的价格会有点上，价格会比较贵一点，价格会上扬。比起去年涨多少？涨多少？涨幅1成左右。产量比去年同期的比递减了一半，价格是没有大于1倍以上，只是大概1斤有20到30块，靠我们政府单位大力去行销。县府表示，除了举办活动推广水来的行销，目前嘛咧调查农损的情况。若是这灾损的面积达到20%以上，会向中央提报申请补助。